最近喺度睇緊一出後勁收視好強嘅韓劇《毛骨悚然的戀愛》，係由之前非常受歡迎，我之前都有分享過嘅《非常律師禹英禑》當中嘅女主角朴恩彬擔任女主角嘅一出奇幻愛情劇。劇情係環繞住朴恩彬飾演一位稱為千代表嘅酒店總裁，因着一次意外而能夠同靈界接觸，可以見到鬼，並因着要幫忙嗰啲嘅鬼去翻出佢哋嘅冤情，喺誤打誤撞之下認識咗劇裏邊嘅男主角，一位稱為馬檢察嘅檢察官，並且開始陰陽合作嘅去破解咗好多宗冤案。而整出劇集其中一條主線就係男女主角因為呢啲嘅合作而產生嘅感情，最後甚至定下婚約。當然要有戲做，呢段感情嘅發展就唔會係順風順水，而其中一個嘅難阻竟然係關乎八字嘅問題。男主角嘅祖母係一位好相信命理嘅長者，所以當佢知道阿孫準備同女主角訂婚嘅時候，即時就要求男主角提供佢將要訂婚嘅千代表佢嘅出生日期，為嘅就係要計算對方嘅生肖。祖母咁緊張係因為阿孫喺細個嘅時候曾經大病，最後更加要接受心臟移植，而喺呢個過程嘅裏邊，祖母就曾經揾過當地非常著名嘅命理師為嗰個手術去求平安，並且話俾祖母知阿孫呢個手術將會成功，但係佢從此之後就一定唔能夠同心臟捐贈者同一個生肖嘅人去結緣，否則佢就會有生命危險。最後男主角嘅手術真係成功，生活回復正常，而且更加順利咁完成咗司法考試，一次過就考入咗檢察機構，成為咗檢察官。但係因着呢個平安，祖母就更加確信嗰位命理師所言，並且嚴嚴嘅去吩咐阿孫唔可以同屬猴嘅人發展任何關係。相信大家都會估到，千代表正正就係屬猴。男主角為咗要成功訂婚，佢就攞咗佢同事太太嘅出生日期，拎咗去俾佢嘅祖母去對八字，結果就成功咁隱瞞咗佢祖母，並平安地完成咗訂婚嘅典禮。然而祖母後嚟喺一次偶然嘅機會當中識破咗阿孫嘅隱瞞，當然呢位祖母即刻大發雷霆，並即時要求阿孫取消婚約。男主角雖然因為隱瞞咗祖母而感到抱歉，但係佢都責怪佢祖母點解要因為呢啲迷信而抹殺佢嘅真愛，並且去拜託祖母唔好因着呢啲嘅原因而嘗試去揾千代表講啲乜嘢。面對住呢個處境，祖母當然唔會罷休，結果佢就唔理會阿孫嘅拜託，直接走咗去千代表嘅辦公室，語重心長咁向佢從頭到尾將整件事情嘅由來述說，而且更加成功咁說服咗千代表，令佢為住男主角嘅生命着想，主動取消婚約。面對住呢個嘅突變，男主角嘅情緒即時崩潰，佢更加翻去到祖母嗰度，責問祖母點解要咁做，點解要忽視佢嘅感受，只係因着呢啲嘅迷信而一定要作出破壞。面對阿孫嘅責難，祖母當然再次語重心長咁去表示，佢咁樣做並唔係為咗要去拆散佢哋，佢其實真係為咗阿孫嘅着想。但係緊接住男主角最後有一句對住佢祖母嘅回應，實在就令我諗咗好一陣，呢個會唔會真係咁呢？男主角反駁佢祖母話：唔係，你唔係為咗我，你只係想讓自己安心啫。呢個實在係對作為父母嘅要好好反省嘅問題。有啲時候我哋都會為咗我哋嘅子女着想，以某啲方式對待佢哋，但係嗰個會唔會其實並唔完全係為咗佢哋好，而只不過係出於一啲隱藏喺自己心裏邊嘅慾求呢？或者人嘅軟弱真係可能會有咁樣嘅情況發生，但係我相信我哋喺天上嘅父，因着佢完全犧牲嘅愛，佢必然係存住完全對佢子民好嘅心嚟對待佢哋。而喺佢嘅子民面對住艱難處境嘅時候，或者佢嘅子民都會有疑惑，甚至會有好似男主角質疑佢祖母咁樣嘅想法，但係呢個必然唔會係真嘅。
今日我哋從耶利米書裏邊讀到嘅，正正就係面對住艱難，已經被擄巴比倫嘅百姓，佢哋喺呢段艱難時期，佢哋會點樣去睇耶和華叫佢哋所經歷緊嘅，而耶和華又點樣去回應佢哋呢？耶利米書第29章1至23節，上在耶利米從耶路撒冷寄信而被擄的祭司上在話證明，並生充的長老，就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擄到巴比倫去的，這是雅各尼亞王和太后、太監，並猶大耶路撒冷的小鳥，以及工匠、鐵匠，都離了耶路撒冷以後，他家撒番的兒子以利亞撒和希納家的兒子基瑪利的手寄去，他們兩人是猶大王西底家打發往巴比倫去，見尼布甲尼撒王的先將說：王公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對這些被擄去的，就是我使他們從耶路撒冷被擄到巴比倫的人，如此說：你們要改造房屋，諸多其當，在正長遠日期當所算的初期生兒女，為你們的兒子初期，使你們的年紀艱難，生子養女到那裡生養眾多，不知感謝。我所使你們被擄到那些，你們要為那些求平安，為那些禱告耶和華，因為那些得平安，你們也得着平安。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不要被你們東江的山寨和占卜的誘惑，也不要聽信自己所作的夢，因為他們託我的名對你們說嘅訛言，我並沒有差遣他們。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如此說：為巴比倫所定的70年滿了以後，我要眷顧你們，向你們成就我的恩恩，使你們榮華此地。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幕後有指望。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你們。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耶和華說：我必比你們尋見，我也必使你們被擄的人歸回，將你們從各國中和我所趕你們到的各處招聚了來，又要將你們帶回我使你們被擄掠離開的地方。這是耶和華說的。你們說耶和華到巴比倫為我們興起山寨，所以耶和華
能夠做大會幫助啲王，我主導這城內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ở人們直當被擄的弟兄。王公之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必使刀劍、饑荒、瘟疫臨到他們，使他們像結壞的無花果，壞的不可吃。我必用刀劍、饑荒、瘟疫對趕他們，使他們到天下萬國跑來跑去，到我所趕他們到的各國中，令人照作驚駭、嗤笑、羞辱。耶和華說：這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從我的話，就是我從早起來切向我僕人正現在去說的，無奈他們不聽。這是耶和華說的，所以人們直接被擄去的，就是我從耶路撒冷打發到巴比倫去的。當聽耶和華的話，王公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論到過那日的日子，亞哈並瑪西亞的日子，西底家如此說：他們是託我命向人們說嘅而硬的，我必將他們交到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到人們眼中殺害他們。自巴比倫直接被擄的猶大人，必將這惡人誅招，說：我耶和華使你像巴比倫王到會當時的西底家和亞哈一樣。這惡人是到以色列中行了挑事，而鄰舍的妻行淫，又假託我命說，我未曾吩咐他們的話，這道的是我作見證的，也是我，這是耶和華說的。今日我哋讀嘅係一封書信，係耶利米寫俾第一批連同猶大王約雅斤被擄去到巴比倫嘅嗰一群子民。從第4節一開始記載呢封書信嘅第一句說話：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對一切被擄去的，就是我使他們從耶路撒冷被擄到巴比倫的人，如此說。從呢句說話就俾我哋睇見呢個並唔係耶利米個人所寫，而係要透過書信嚟傳講耶和華嘅話，因為呢個係以先知神諭格式 prophetic formula 去作開始嘅。而另一方面喺呢個格式當中，耶和華都刻意再去強調佢哋嘅被擄完全係耶和華嘅心意，係佢使佢哋從耶路撒冷被擄去到巴比倫。耶和華以此嚟讓收信嘅嗰班正落喺艱難處境嘅被擄子民，去再被肯定佢哋嘅經歷背後係帶住一個神聖嘅原因。非常特別嘅就係佢哋喺被擄之前一直喺耶路撒冷聽到那些先知所發放嘅假信息，就係嗰啲平安嘅謊言。而家當佢哋離開咗猶大，離開咗耶路撒冷，甚至係離開咗聖殿，呢啲佢哋一直以為可以俾佢哋保障嘅地方，現在嚟到入侵佢哋嘅敵人之地，佢哋反而可以真正咁得到嗰份平安。耶和華對佢哋嘅吩咐就係要佢哋喺被擄之地過住正常嘅生活，而呢個可能係當佢哋喺猶大地嘅時候，
因着社會嘅不公不義而失去咗個平安。但耶和華喺呢度俾佢哋加咗一個條件，就係你哋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耶和華嘅提醒就係當佢哋能夠為巴比倫去求平安，就會得着平安。而因着巴比倫得着平安，佢哋亦都會隨之而得着呢份平安。而喺書信嘅另一段耶和華如此說嘅段落，亦即係10至14節，呢段先知神諭對於被擄嘅百姓嚟講實在係好重要。耶和華俾咗佢哋一個清晰嘅盼望，就係70年。耶和華應許70年之後，耶和華眷顧將要臨到佢哋，紀念佢曾經應許佢哋嘅，要使佢哋回歸。佢哋就因此能夠真實咁體會到耶和華喺呢啲事情當中真實嘅心意，全然都係賜平安嘅意念，而永遠唔係降災禍嘅意念。而喺呢70年間，佢哋其實就要喺真實嘅平安當中，重新去操練佢哋過去喺不公不義嘅猶大同埋耶路撒冷裏邊慢慢失去咗嘅信仰前行。佢哋將要重新學懂向耶和華呼求，向耶和華禱告，並且經歷到佢嘅應允。佢哋亦將要重新學習去尋求耶和華，並因着離開咗過去嘅惡，從而可以專心得以尋見耶和華。呢啲就係佢哋要經歷當下嘅艱難當中，耶和華要賜福俾佢哋嘅美意。今日當我哋經歷緊一啲艱難處境嘅時候，我哋會唔會對神出現疑惑，甚至以為神係喺度懲罰緊我哋呢？我哋又係咪相信神係全然咁愛我哋？即使我哋暫時要經歷呢啲艱難，但係佢向我哋所懷嘅，亦都只會係賜平安嘅意念，而唔係要降災禍俾我哋。當我哋喺面對艱難嘅時候，又會唔會因着呢啲嘅艱難，更加學會向神呼求、向神禱告，並且更專心地尋求神嘅引領，以致我哋能夠得以勝過呢啲艱難，得着神預備俾我哋嘅福氣呢？而家讓我哋安靜。你而家係咪經歷緊一啲艱難嘅時刻呢？你係咪全然相信神喺當中仍然全然掌權，並且要喺你面對住呢啲嘅艱難當中有佢美好嘅心意，為咗要賜福俾你？你又係咪能夠喺呢啲艱難當中更專心地尋求神，並且要喺呼求佢同埋禱告當中經歷到神應允禱告嘅力量呢？讓我哋同心禱告啊！主啊，感謝你讓我哋經歷艱難嘅時刻，求你讓我哋能夠確信喺呢啲艱難嘅時候你在掌權，並且喺呢啲艱難嘅背後必然有你美好嘅心意。主啊，求你賜我哋信心，叫我哋全然相信你對我哋只係有賜平安嘅意念，並唔係降災禍嘅意念，幫助我哋喺經歷呢啲艱難嘅時候能夠更深咁去經歷你，更使我哋喺當中得着信仰嘅磨練，使我哋經歷到信仰嘅成長。我哋嘅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字而求，阿門。